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靈修題目為在不卑不亢中信服。經文係以弗所書第5章25至到33節。經文咁講：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，要用水藉着道把教會洗淨，成為聖潔，可以獻給自己，作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。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的身子。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。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，總是保養顧惜，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。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，為這個緣故，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這是極大的奧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會說的。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一樣，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。感謝讚美神啊！我哋嘅神真係一個又真又活嘅神。其實呢一個禮拜呢，我咁啱係準備一篇嘅講道，而咁啱亦都係碰上呢一段嘅經文，以弗所書第5章。呢一個安排呢，提醒我，神呢唔係淨係活喺敬拜當中，而係呢，我哋每一日嘅侍奉同埋靈修入邊呢，我哋都可以經歷神。佢正喺度編排我哋每一步嘅腳步，佢嘅話語不停嘅重複，成為我哋心目中嘅亮光。呢一段經文呢，成日被誤解，以為呢妻子對丈夫單方面嘅信服，其實唔係咁噶。其實呢，以弗所書呢第5章講緊一個更加深奧嘅奧秘，就係一個互相信服嘅奧秘。婚姻呢係一幅描繪基督同教會關係嘅一幅好美麗嘅圖畫，係讓我哋呢可以喺我哋嘅家庭生活入邊睇到神嘅愛同埋榮耀。信服喺呢一個世代當中呢，成日都會被認為係一個好軟弱或者係被壓抑嘅。但係呢，原來聖經入邊睇信服呢，唔係一個盲目嘅跟從，亦都唔係放棄自我。原來信服主要嘅目的係為咗獻出神嘅愛。打個比方啊，聖經教導我哋呢，要信服政府，唔係因為政府係有最高嘅權力，而係因為神設立咗各樣嘅權柄。我哋信服政府呢，其實係要顯出我哋要信服神嘅權柄。而喺我哋呢個信服嘅行為中間呢，世人就可以睇到我哋係屬神嘅子民，係神嘅兒女。同樣地，妻子信服丈夫，亦都唔係因為丈夫比較尊貴。其實喺神嘅眼中呢，男人同女人係同樣尊貴，價值係相等。只不過我哋係擔任咗唔同嘅角色同埋責任。而呢個信服呢，亦都唔係話係 no say 嘅，唔係話我哋喺屋企嘅生活入邊，我哋唔可以有任何嘅意見。而係呢，我哋要學習喺一個不卑不亢嘅態度入邊，我哋要選擇信靠神嘅設計，願意用愛建立彼此嘅生命。丈夫亦都要好似基督咁樣去愛妻子，去為佢捨己。妻子亦都要敬重丈夫，呢一個呢係互相尊重、互相成全嘅咁樣嘅關係。而婚姻呢，亦都唔係淨係兩個人之間嘅事咯，佢係一個屬靈嘅見證。當我哋嘅小朋友睇到我哋呢點樣去透過溝通、透過尊重去互相順服嘅時候，我哋就成為一個好好嘅榜樣，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小朋友未來嘅婚姻同埋佢哋嘅信仰生活，係一代影響一代嘅。經文又話，人要離開父母同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所以咧，婚姻唔係淨係改變兩個人嘅關係，而係重新塑造咗我哋同父母之間嘅關係。結咗婚之後呢，就唔會再出現你阿爸或者你阿媽，而係呢，我哋嘅爸爸、我哋嘅媽媽。結婚之後，夫妻要一同嘅一個個體嘅去孝順雙方嘅父母，視對方嘅父母為自己嘅父母。華人文化入邊講到呢，百行係以孝為先，呢個同聖經嘅教導呢係一致嘅。呢個呢係一個活出真理嘅一個學習。
耶穌本身呢，都係信服天父嘅旨意，喺愛中完成救贖嘅大功。我哋願意喺婚姻中彼此信服，亦都係見證呢一份愛。我哋一齊嚟到去默想呢啲思考問題啊！第一，我哋願唔願意喺婚姻同埋屋企當中呢，以不卑不亢嘅心態去信服神嘅設計呢？第二，我哋嘅生命能唔能夠讓人睇見我哋係神嘅兒女呢？我哋可唔可以喺各種關係入邊活出信服同埋愛呢？我哋一齊禱告啊！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俾我再一次經歷你嘅帶領，感謝你俾我呢段時間可以去默想呢一段嘅經文。當我去思考信服呢一個課題嘅時候，我睇到嘅係主耶穌無私嘅愛，你嘅信服，你點樣信服天父，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榜樣。求你繼續呢賜俾我哋力量，幫助我哋去學習你嘅話語，用一個不卑不亢嘅心去活出信服嘅智慧，幫助我哋有一個 good discernment，知道我哋喺乜嘢情況底下要活出尊重，活出你嘅愛，同時間亦都唔會失去見證。求你使我哋嘅愛有根有基。感謝天父爸爸，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Amen。